你把手放到那个瓦罐里去，然后啊，让那只蜈蚣使劲的吸你的血，吸得越多越好。哎，你可不能乱动啊，直到它吸满了为止啊！我这什么这？你不乐意啊？不是，只是，那只蜈蚣的毒性没那么强，你死不了的。可是你刚才还跟我说要为我赴汤蹈火、粉身碎骨的，我现在就让你拿出那么一点点血来，你就这个样子？看来你刚才都是骗我的吧？不，郡主。好，我申。哎，你把这只蜈蚣给我放到小木鼎里。哎，小心啊，可千万别把它给我弄死了。既然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就把他给埋了吧。就是你们把我的铁手害死了！还我铁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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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算了，把它埋了吧。是。没意思，以后再也没有人陪我玩了。哎呀，就把它放这吧，累死我了。不行，这要是让郡主知道了，咱们还能活命？你放心，这山里都是狼，一晚上它就没了。那咱们也快点走吧。铁柱死了，我只好找别人了。真讨厌！哎，真是没用，我还以为他死不了呢。
这是生物功秘籍啊，居然可以帮我化解体内的冲突。看来我是命不该绝呀。郡主不好了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那个铁丑他又活了。铁丑，我就知道你死不了。有郡主这句话，铁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。怎么了，铁丑？你是不愿意呢，还是害怕了？没有，郡主，郡主尽管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待会儿如果我让你帮忙的话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就是死也愿意。铁丑，该你了，快把手伸进去啊！哎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呀，铁丑，你被蜘蛛咬了，也变成蜘蛛了。郡主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。铁丑，你真厉害呀！这蜘蛛的毒性这么大，你居然没事啊！哎，我可真没白养活你啊！这全都托郡主的福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吧。以后啊，我每天都带你出来玩。只要能陪在郡主身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哎，把东西给我准备好。哎呦，撞死我了！姐夫，你走路怎么看着点啊？嘿，你这小丫头，明明你先撞的我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本郡主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哎，阿紫，去哪儿啊？出去玩。哎，拿来。
就是传说中的冰蚕。如果有了它的话，我的功力一定会大增的。哎，快追呀！好，快点！好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郡主，哎，你站在这儿干嘛呀？还不赶快把冰蚕给我追回来！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今天不把冰蚕给我追回来，永远也不要来见我了。是郡主，我一定把她抓回来给郡主练功。你可真淘气，居然偷偷的跑出去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才回来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啊！哼！要不是我把你从昆仑山带出来，你能有今日吗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毁了你的前途的。哼！真没出息！慧晶，师傅叫你去大殿。哦，我马上就来了啊！你好好反省反省，等我回来再好好收拾你。哎，我来了。郡主，我把冰蚕抓回来了。真的？我就知道你能行。就在这里边。来，把它拿过来。哎，你把冰蚕倒进去，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厉害。吸的差不多了，我现在用它练功，一定是最强的。哎，铁爪，该你了。郡主，你该不会是要我？铁爪，我让你把手伸进去。郡主，当你练成毒功以后，请你千万不要忘了，我叫尤坦之，我不是什么铁肘。好，我记住了，你叫尤坦之，是我最忠心的奴才。奴才？是的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也是郡主最忠心的奴才。
奇怪。这冰蚕真是与众不同，这次一定可以让我功力大增。他怎么变成一个冰人了？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郡主，你们看看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他冻僵了，没救了。冻僵了，没救了。铁丑，你真的死了？你放心，我会记住你的。你叫尤坦之，是个好奴才。那你们两个找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把他给埋了。哦，对了，还要给他立上个牌子。这牌子上就写“端福宫郡主之奴才尤坦之之墓”。这件事儿可要给我办好了。遵命。遵命。来，真是的，这下又没人陪我玩了，我真可怜。 1、2、3。宋长老，那哑巴被人打死了。下手的人自称是星宿派什么星宿老仙的手下。他们来干什么？我们丐帮跟他们没有什么恩怨。我看他们是鬼打鬼，跟我们没关系，不用理他们。你说谁是鬼啊？连星宿老仙的门下都敢骂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在哪儿啊？阁下是谁啊？我让你们准备的20条毒蛇、100条毒虫呢。你们丐帮中毒蛇毒虫向来齐备，这次却办事不力，你们全都该死！各位兄弟，准备巨蟒阵，他们是来者不善。是。小花子，你们等死吧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尤坦之。尤坦之。
你去看看，那几个人死没死？哦，老先生，他们几个全都死了，一个都不喘气了。你没事啊？我没事啊。他居然没事儿。这小子摸过我毒死的人，居然没有事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他也是用毒高手？不行，绝不能允许天下有比我丁春秋更毒的人。刘探之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老先生，我还有要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回来，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回来！放开跟我回去！放开我！你就敢走啊？老先生，你饶了我吧！说，你师父是谁？我没有师父，老先生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他们的，你放了我吧！没有师父，你敢杀我的弟子？哎，老先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他们的，你就放了我吧。老先生，老先生饶命啊！老先生饶命啊！老先生饶命啊！我饶你命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做我弟子。师父，弟子愿意拜在你门下，跟随着你。清秀老千，武功盖世。清秀老千，天下第一。清秀老千，武功盖世。清秀老千，天下第一。清秀老千，武功盖世。清秀老千，天下第一。师傅，师傅没有用，给老猪脸了。师兄，你近来还好吗？师兄，师兄，哦，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呢？师兄是不会说话的，也听不到我在说什么。丁春秋，你侮辱我们也就算了，不许对师傅不敬。说得对。你们还真是好徒弟呀！啊，师兄，这么好的弟子就被你赶出了师门，我还真羡慕你呀！我让他们改头在我门下，他们谁也不愿意。哪像我这帮弟子啊！师兄，你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又收了2个新徒弟。师兄，你怎么连小和尚也敢收啊？在下段誉，是来和苏老先生切磋棋艺的。你口气不小啊，敢跟我师兄切磋棋艺？哎，虚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是来找祖师伯的。好啊，原来你们都认识，那咱们都是朋友喽。谢谢我，你想干什么？蛋！你们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怎么跟你师叔说话呢？啊！不要忘了，你们身上都带着毒呢。那又怎么样？为了师傅，死又算什么呢？对。我只想跟我师兄下盘棋，你紧张什么？
你紧张什么呀？啊！你什么人？阿弥陀佛，小僧鸠摩智，听说苏老先生布下真龙棋局，发出棋帖，在下对围棋也是痴迷不已，所以想向苏老先生讨教讨教。公子来了。姑苏慕容复拜见苏老前辈。苏老前辈，公子，公子，你要小心呐！棋局可是非同一这般呐！棋局里名堂颇深，不知道使了什么妖法。没错，解棋之人好像都会被是这棋局迷失心智啊。他心中只有他表哥一个人，就算以前跟我在一起，心里也只想着他表哥。原来是姑苏的慕容公子，久仰久仰啊！是星宿老怪。原来是星宿派的丁先生。哈，我慕容复也是久仰你的大名。好，玄奘大师。老衲见过慕容公子啊。公子爷，这位是大理国的段公子。段公子，你好啊！啊，慕容公子你好。你好，我可不好。啊，段公子你也来了。啊，王姑娘。你现在才看到我。慕容公子，你的武功还可以，棋艺就未必有什么建树了吧？
右下角的白棋也全死了，白棋还是输了。哼，你这不是瞎捣乱吗？你接着看。这个棋局本来就没有人可以解开，根本就是捉弄人的。我可不想浪费时间。不过慕容公子，你连我在边角的纠缠都摆脱不了，还想逐鹿中原？我慕容家族完了！我慕容家族完了！公子，是不对，滚！都给我滚！滚！六脉神剑，公子，表哥，解不开棋局，你也不必这样烦恼啊！你懂什么？我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公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多亏这位段公子救了你。慕容公子，你实在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盘烂棋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，舍弃家业。公子，这盘棋有迷幻术，公子不必再费心思了。啊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王姑娘，你不要哭嘛，啊！阿弥陀佛。谁会用六脉神剑？是大理的段正淳吗？我们老大才是正牌的大理段氏，其余的全都是冒牌货。我徒儿也来了。四大恶人拜见聪辩先生苏星河。我们老大收到你们送来的请柬，心里很是高兴，特意把手中的事情都搁下了，前来下棋。公子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不急。段施主的武功真是名不虚传呐！当心走火入魔！嘿，哪儿来的小秃子？这个说我们老大不行，是不是找死啊你啊？老徒弟，你可不能打伤这位小师傅啊！你这臭小子也在，看我不收拾！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？还是想做乌龟儿子王？我可不想做乌龟王八蛋。你没事吧？多谢段公子。段施主，这棋局用正道是解不开的，全用偏门更是解不开。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正也不是，邪也不是，太难了。是啊，一个人由正入邪容易，要想回头难呐。
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要想回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是啊，我身为大理国的皇子，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。哈哈哈哈！就算你现在躲过了，可将来你死了，你也无颜面对段氏现任。如果你还知道廉耻的话，那就去自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还算是个英雄。我活着真是对不起段氏祖先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段施主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解不了棋局，我也不能看着他们走火入魔，丢掉性命。我去搅乱棋局。哎，你！本来是一片死棋，非要让我把你杀干净不可吗？老前辈，小僧不会下棋啊。小师傅这招棋虽然胡闹，但是先师曾经说过，这个棋局谁都可以来下。你这一招自杀了一片白棋，总也是入局的一招。老前辈，小僧只是为救人性命，请前辈见谅。小秃驴，先饶过你。如果有人故意捣乱棋局，亵渎先师的毕生心血，那老夫可就不客气了。老前辈，小僧下棋便下棋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师傅的棋局是让你随便开玩笑的吗？三九落。上为七八路。老前辈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小师傅真乃天才呀！可喜可贺。不敢不敢，这个不是我。这个秘密不要说出来，你自己要小心。阿弥陀佛。16子倒脱靴，真是闻所未闻呐！哎，
先是布下此局，几十年来无人破解。可今日，小师傅终于破解了这个真龙棋局，老夫真是感激不尽。老前辈，小僧只是误打误撞，前辈抬爱，实在是不敢当啊。小师傅，请随我来。前辈去哪儿啊？哎，祖师伯，去吧。你进去吧。啊？不。哎，这怎么进呢？既然没门，你就用少林功夫硬劈。哦，老前辈得罪了。好，这，既然进来了，为什么还要出去呢？谁在说话？路是你自己找的，谁也不能救你。我这棋局布了几十年都没有人能解开，今天你破了我的棋局，还不快点进来？你的棋局？你是谁？我等了30年，总算有人来了。哎呦！前辈，小僧可进来了。呀！是个小和尚，还是个丑和尚。小僧虚竹拜见老前辈。你能解破我的棋局，你的聪明才智看来非同小可。小师傅，我送给你一件礼物，你走吧。小僧的棋艺其实是很差的，老前辈的棋局也不是小僧自己解的，礼物我是不敢收。要是老前辈有什么要帮忙的话，小僧会尽力的。你有这份侠义心肠，倒也不错。可是你的棋艺不高，功力浅薄，这倒也没什么。你能来到这儿，那便是缘分。只不过，
你这个相貌，哼，不大合乎我的标准。那既然小僧让前辈不高兴了，小僧就告辞了。年轻人能有这样的傲气，也难得呀。小僧实在不敢狂妄，我是怕老前辈生气，所以才走。今日来解棋局的都有哪些人？哦，有我师叔祖玄难、大理段公子、慕容公子，还有4大恶人。当今天下的高手都快来齐了。大理天龙寺的枯荣大师来了没有？除了我们少林寺的僧人之外，只有一位鸠摩智大师。我听说最近武林中出了一个叫乔峰的，很了不起。他来了没有？没有。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，再等下去，也未必能等到完美的全才。一切随缘吧。你刚才说这个棋局不是你解的，那星河为什么把你送进来？这是小僧闭着眼睛乱走了一步，莫名其妙就解开了棋局。你闭着眼睛就能解开我的棋局，这说明我们有福缘。说不定以后你还能帮上我什么忙。好孩子，给我跪下磕头。再磕5个头，这是本门的规矩。哦，好孩子，你过来吧。前辈，老前辈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已经把你体内的少林功力全都化去了。什么？老前辈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这样害我呀？老前辈，为什么？竟敢如此无礼，也不叫师傅，你是你呀女的，没有半点规矩。不，
我是少林弟子，我怎么能再拜你为师呢？你都磕过头了，你已经是我的徒弟了。啊！老前辈要干什么？啊！大功告成了，乖徒弟，你没有辜负我。现在，你朝那水潭打一掌，试试看。你还没有学会本门的武功，发挥的功力还不到1场。我这70年的功力，可都全传给你了。70年？怎么，你还不肯叫一声师傅吗？我是少林弟子，不能欺师灭祖。你身上连一点少林的功夫都没有，怎么还算是少林的弟子呢？你的体内现在有70年逍遥派的功力了，还不算是本派的弟子吗？逍遥派？你跳一跳，试试看。啊？哦。我是不是着魔了？没有，那是你的体内有我的功力呀，徒弟啊！我要你去给我杀一个人。啊？杀人？我是出家人，不能杀生。我要你杀的是一个大恶人。他是我的徒弟，丁春秋。老前辈，
他确实是个大恶人，只是我的这点功夫，你身上的功夫已经不在丁春秋之下了。老前辈，他虽然是个大恶人，可是你不是说他是你徒弟吗？徒弟？他当年竟然敢谋杀我！师傅，您的琴艺那真是越来越高明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丁春秋，丁春秋，星河，他的资质本来是不错的，只可惜被我引上了岔路，迷上了什么琴棋书画。我这一身上乘的武功，他这辈子是学不到什么了。这30多年来，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聪明的、专心的徒弟，把我这一生的功力都传给他，让他替我杀了丁春秋。可是我一直没有等到这个缘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好孩子，丁春秋他一直以为我死了，所以他做起事情来是肆无忌惮。孩子，你过来。哦，我这儿有一张图，这图上画的是我深藏武学典籍的山洞。哦，你按照这山洞中典籍的武功去好好练习，就一定能打败丁春秋。这图上面的女子就住在这个山洞里，你让她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给你指点指点。啊，老前辈，我恐怕不能去。我是少林弟子，我得跟我祖师伯回少林寺。如果天意是这样，一定要让恶人当道。那真是不可想象。哎，老前辈，你怎么了？我把70年的功力都传给你了，今天就是我的死期啊！你还不肯叫我一声师父？师父，好徒弟，好徒弟，你一定要杀了丁春秋，替师父报仇啊！老大，
丘。老三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今天先饶了你。哼！我们俩的账也该算算了。师兄，装了一辈子哑巴，也够难为你了。少废话！我今天就要为师傅报仇，为逍遥派清理门户。你们退下！请教老仙，法力无边，武功盖世，天下第一。这是本门的掌门之魂，现在传给你。谢师傅。你是我第3个徒弟，苏星河是你的大师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知道了，师傅。你现在是逍遥派的掌门人，山洞中的女子也会听你的号令。师傅，你老提起的那个女子，她到底是谁呀？她是我的师妹，也是我一生的遗憾，是我害了她，还有我自己。徒儿，师父交代你的事情都记住了吧？嗯，徒儿记住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师傅，师傅，前辈，我还是不能做你的徒弟。不过，我答应你，帮你杀了丁春秋，我一定会做到的，不然太辜负你传我功力了。我就要清理门户。老前辈没事吧？好，师兄，我算你厉害，我们走。让他们去吧，不要追了。
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真龙棋局已被人解了，丁春秋也被苏星河打退了，这里边没有我们什么事了。我们走吧。那我那徒弟呢？要不要把他抓回去？今天天下英雄都在，先饶了他，下次再说吧。咱们走。二位啊，我现在必须进屋去处理一下本派的重要事情，失陪了。如果二位愿意在我这儿休息一下，我的徒弟们随时恭候，请不要客气。苏老先生，您客气了，您请便。小师傅，跟我来。祖师伯，居主，苏老前辈是武林高人，他要是有什么吩咐，你一概遵命。是祖师伯。师傅，你终于还是丢下了徒弟一个人先去了。师傅，啊，来，你坐这儿。哦，坐。前辈，逍遥派不孝弟子苏星河拜见本派新掌门。哎，老前辈行此大礼，叫小僧如何敢当啊？师弟，你是师父的关门弟子，又是本派的掌门人，我虽是师兄，也应该给你磕头啊！这个如何敢当？小僧不敢当啊！师弟啊，我的这条命是你救的，师父的心愿也是你完成的。我向你磕几个头，这是应该的。哎呀，我是少林弟子，我不能改投别派的。你，本派掌门人的宝石指环都戴在你手上了，你就是本派的新掌门人了。不要了，这个给你。啊，不，我不要，收好。师弟呀！师弟，你受师父临死时的重托，怎么能够推卸责任呢？师父将指环交给你，是不是叫你杀了丁春秋这个叛徒？是，但小僧武功太差，恐怕不能完成这样的重任。师弟呀，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你都不知道啊。丁春秋，他眼看当掌门人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，他就暗下毒手，将师父推下深谷，把我也打成重伤。啊，这个大恶人真是狼心狗肺，他禽兽不如。阿弥陀佛，我犯口戒了。我得以活命，是因为那时候他攻不破我所布下的奇门遁甲之阵呐。从此我就装聋作哑，丁春秋倒也不敢再来捣乱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师父临终时有没有给你一幅什么图画之类的东西啊？这个嘛，你是掌门人，如果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再问了。不是，他要我到大理无量山去找他当年藏的武学典籍，还要我向画中的女子请教武功。可是这画上的女子不是王姑娘吗？难道他老人家拿错画了？王姑娘是谁？多大年纪啊？王姑娘就是慕容公子的表妹，看上去也就10来岁吧。这幅画至少是师父60年前所画，人的相貌也可能长得极其相似，
你就按照师傅所说的去做，一定要杀了丁春秋，为师傅报仇啊！这个小僧是少林弟子，我要回少林寺了。报仇的事儿，老前辈，我实在是……师弟，掌门人呐，你不听师傅的遗训，那师傅岂不白死了？小僧已深入空门，不能乱开杀戒。之前答应那位老前辈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反正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改头别派，胡作非为。你说什么？啊！玄南大师刚才对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听你的话。所以呀，玄南大师让你听我的话，我的话就是让你遵从师傅的遗命，做本派的掌门人，为师傅报仇啊！慕容公子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段公子，我们应该不是同路，不如就此别过了。同路，我久仰慕容公子大名，再说我也很想跟慕容公子讨教讨教。段公子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？啊？公子爷，我们为什么非要跟他们一起走啊？再说了，王爷嘱咐我早点带你回去。别多嘴啊，慕容公子，我真的愿意和你们一块儿走。表哥，就让他和我们一起走吧。随你便吧。王姑娘。表哥，他什么时候对我，那我对他表哥1/10就好了。王姑娘，公子，公子爷，人家既然不喜欢我们干嘛还跟着人家？不是有点死皮赖脸吗？你说我死皮赖脸？啊不，我是说我死皮赖脸。这条路又不是慕容家修的，为什么我不能走啊？再说，那个慕容复老是欺负王姑娘，我必须保护她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！王姑娘，你累了吗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？段公子，你还跟着我们呢？你还是别跟着我们了。我说段公子，你们大理国的男人，是不是都有点那么我们大理国男人怎么了？至少大理国的男人都懂得疼惜女子，不像有些人，这叫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君子，哼，跟屁虫吧！啊！你。公子爷，咱们走吧，省得跟人家受气。不行，我要跟着王姑娘。你居然能够得到无崖子前辈的抬爱，无崖子前辈把他毕生的绝学传授给你，你真是福缘不浅呐！祖师伯，你不会怪弟子吧？不会。师傅，祖师伯，你怎么了？祖师伯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祖师伯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祖师伯，祖师伯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祖师伯，祖师伯，苏庆和，你给我出来！师傅，苏庆和，苏庆和，你干嘛害死我祖师伯？你为什么要害他？
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绝对不敢陷害掌门人。你祖师伯是中了丁春秋的毒啊！你要想，有人要。苏老前辈，你笑什么呀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笑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笑啊？苏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老前辈，苏老前辈，师傅，小心师傅！师傅身上可能有毒。师傅中的是丁春秋的三消销魂散，失去内力者中了此毒，3消之后必死无疑呀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能赶你怎么走？你怎么生下你？师傅。逍遥派弟子康广陵拜见新任掌门。拜见新任掌门，拜见掌门师叔。丁春秋这个恶贼，他害死了我祖师伯，还害死你们师傅。报仇诛奸，全凭新任掌门主持大局。我非杀丁春秋，丁春秋这恶贼不可。掌门答允诛奸，为我们师父报仇，众师侄深感掌门师叔的大恩大德。不敢！各位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起来！师叔，弟子还有一事想禀告。哦，那你说，起来说，大家都起来啊！我们几个当年被师父逐出师门，其实是师父怕丁老贼来害我们，又不忍心将我们刺聋耳朵、割断舌头，才出此下策。今日要掌门答应，我们才能重回师门，否则我们几个到死都还是无门无派的孤魂野鬼，在武林中抬不起头来。这掌门我是做不了的，但要是不答应他们会纠缠不清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放我走，还是先答应了再说吧。既然尊师已经答应你们重回师门了，你们就是重回师门了，那还担心什么？师弟师妹，掌门师叔答应我们重归师门了，大家快跪下磕头啊！快！多谢掌门师叔，多谢掌门师叔！大家快请起啊！哎，他们都去哪儿了？哦，慕容公子和少林派的众高僧，他们已经都各自回去了。哦，那我也先走了。掌门师叔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回少林寺啊！掌门师叔，你回少林寺，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？这个，我很快啊！掌门师叔，掌门师叔！哎呀，掌门师叔，快请起！快请起！请起！逍遥派还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呢。好，我知道，一定回来，一定。掌门师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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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掌门师叔。
快。慕容公子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祖师伯和师叔他们往哪里去了？慕容公子，啊，真对不起，没有看到少林寺的几位高僧。哦，那多谢慕容公子了。可能小僧的祖师伯和师叔还在前面，我去追他们。哎，等等，小师傅，你的武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高了？啊，公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退下。啊，慕容复隐拙，没有看出你的轻功这么好啊！我真的跑得很快吗？哼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小师傅不方便说，可以不说吗？啊，不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这么跑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哼！啊，表哥，我看这位小师傅没有什么敌意。你闭嘴！你懂什么？请。对不起，慕容公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师傅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里边请。来，哎，小师傅要点什么呢？来2碗素面，不要荤油。啊，2碗素面加点荤油。不要荤油，不要。 2碗素面不要油。你在等人吗？这地方能坐吗？啊，施主请坐。哎，面来嘞，小师傅，您的面。 请慢用啊！好。哎，小二，哎，给我来上1大碗的白肉鸡汤面。好嘞。喝酒啊！哦，请问施主，你有没有见过4个和尚啊？4个和尚我倒没有见过，不过呢，1个和尚我倒是看见了。1个和尚，在哪儿见的？好像就在这个店里见到的。这个店里？请问施主，他长得什么样子？多大年纪？他往哪里去了？他好像小眼睛、大鼻子、满脸的包，差不多20多岁吧。正在吃2碗素面，而且啊，还吃得津津有味的。小施主原来在说我呀？啊！施主就施主，干嘛要加个小字啊？我只管你叫和尚，又没叫你小和尚。是施主。哎，白肉鸡汤面来了哎！哎，客官，您慢用。嗨，这青菜蘑菇面有什么好吃的？来，我请你啊吃白肉加烧鸡。啊，哎，罪过，施主，小僧一生从未吃过荤腥，施主请自便，请自便。
不就是个蠢和尚，你看这虫奇不奇怪呀？啊？哎，这虫怎么这么奇怪呀？有什么奇怪的？接着。你看这个甲虫，它有一个硬壳，而且啊还乌黑乌黑的，像涂了一层油。一般甲虫都是这样的。嗯，是吗？哦。哎呦，罪过。我还以为啊，你是一个严守清规戒律的好和尚，原来啊也是个口是心非的假正经。我什么时候口是心非了？你说你一辈子没吃过荤腥，那你刚才为什么把这碗鸡汤面给吃了呀？施主说笑了，这明明是一碗青菜蘑菇面，哪来的鸡汤啊？我还特别关照过店小二，半点荤油也不能放呢。和尚，你说你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荤腥，可为什么吃起这碗鸡汤面来吃得津津有味呢？和尚，我告诉你吧，你这面里啊早被我放了一勺鸡汤了。你刚才吃的是鸡汤面。你刚才我。哎，和尚，这样吧，你呀，赶紧把眼睛闭上，反正就假装没看见。我呢，再给你加上一勺。哎，我想这佛祖是不会该罪你的吧？来，你别！哎，你刚才要找的那4个和尚从这儿过去了。哎，就在那儿呢。不用走了，我看这儿倒不错，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。是。外面好多坏事。乖徒儿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
嗯。拿来。不在弟子身边，在哪儿？在辽国的云州城。到现在你还想骗我？没有，师傅，弟子真的没有骗你，弟子真的把它放在了辽国的云州城，就在辽国南院大王的王府里面。弟子到了北边以后，怕把师傅的宝物给弄丢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萧大王的后花园里面。他们家的后花园啊，有6000多亩地呢，十分的隐蔽，除了徒弟以外，谁都找不到的。您就放心好了。既然你不肯交出来，那我就废了你的武功。师傅，徒弟偷您的神木王鼎玩耍是有道理的。哦，有什么道理？说。师傅，当年您年轻的时候，武功不如现在登峰造极，所以您就用神木王鼎来练功。可是您现在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所以也就用不着神木王鼎了。师兄弟们这么大惊小怪的，其实是小看师傅您啦。接着说。咱们新秀派已经是天下无敌了，您只不过是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中原武林人士一般见识而已。可是这么一来啊，中原武林有一批狂徒，什么姑苏慕容氏最有名头了，少林呢也成了武林当中的泰山北斗，还有什么聋哑先生啊、大李段家呀，都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师傅，您说可笑不可笑啊？这么说，你偷了王鼎，倒是你的一番孝心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，徒弟除了一番孝心之外，也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。一点点的私心？什么私心啊？师傅，您可别怪我呀。您想，我作为新秀派的弟子，当然是希望本门能够威震天下。弟子行走江湖的时候，像师傅您一样受人爱戴呀。这就是弟子的一点点私心。你还替我扬威天下了？凭你这伶牙俐齿，我杀了你也怪可惜的。多谢师傅。本门上下谁不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啊！从此以后，本门众兄弟们一定会团结一致，为本派能够发扬光大，粉身碎骨，赴汤蹈火，对吧？啊！你这些骗人的鬼话，骗别人还可以，你跟我说这些，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？我废了你的武功！丁先生，你这么一大把年纪，怎么和小孩子一般见识？在外人面前清理门户，未免太煞风景了。丁先生，不如咱们喝上几杯如何？一臂之道，还施彼身的慕容复也在这儿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怎么破解我这逍遥三消散。慕容公子，算我们有缘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
丁先生，这杯酒赐给你徒弟喝吧。好，逍遥三笑散。逍遥三笑散。丁先生武功独步天下，想不到弟子更是视死如归，佩服佩服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星宿老怪，后会有期。你是谁？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你放下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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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快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姑娘别怕，我没有恶意的。我好了，我的眼睛好了。姑娘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不信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眼睛瞎了，我还怎么做人啊？我的眼睛瞎了，说不定治得好的。眼睛瞎了，一定能治得好的。丁老怪的毒药多么的厉害，怎么可能治得好的？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眼睛瞎了。姑娘，那边有水，咱们过去洗洗，先把眼睛里的毒药洗干净了啊！来吧。水，小心啊！你别怕，这里就是西边了。来。骗人！我眼睛瞎了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姑娘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是谁？我是。你连姓名都不肯告诉我，你还骗我说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我的眼睛瞎了，我还不如死了好呢。哎，姑娘！哎，姑娘！姑娘，我绝不会骗你。要是我离开你，就叫我不得好死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聚贤庄的人。啊，不，我姓庄，我叫庄聚贤。原来是庄前辈，多谢你救了我。能把你从新秀老怪的手里救出来，我心里高兴得很。你不用谢我，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庄前辈，我只比你大7岁。
叫你庄大哥吧。这不敢当啊！庄大哥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姑娘不要跟我讲求不求的，只要姑娘吩咐，哪怕就是把这条性命拼了不要，我也一定办到。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是素不相识啊！我没有见过你，你也从来没见过我。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还说见面呢，我永远都见不着你了。没关系，见不着更好。为什么？我的相貌长得极其丑陋，只怕姑娘见到了，又该不高兴了。你又骗人了！天底下最稀奇古怪的人，我见多了。哎，我有一个奴隶，我给他头上戴了个铁套子，永远都出不下来了，那才叫难看呢。哎，你要不要见见他？不，我不要。你的武功那么高强，你刚才抱着我急奔的时候，跑得和我姐夫一样快。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。哎，张大哥，我那个铁杵挺好玩的，我让他给你翻跟头，哎，还让他把头伸进老虎和狮子的笼子里，让野兽咬他的脑袋。我不要看。那好吧。哎，你刚才还说，不管我求你做什么事情，哪怕不要你自己的性命，你可以给我办得到的，你都是骗我的。不，我绝不骗你。姑娘要我做什么事情？我想到我姐夫那儿去，他在辽国的云州。庄大哥，你送我去好不好？怎么？你不肯？不是不肯，只不过我不想去辽国云州。刚才我让你去看我的铁丑，你就不肯；现在叫你送我到我姐夫那儿去，你又不肯。那只好我自己走了。哎，姑娘，我陪你去，你一个人怎么成啊？